一個日劇迷，最近呢，我就煲緊大豆田永久子與三名前夫，竟然俾我發覺裏邊嘅女主角有吳雨霏我本人嘅影子。嗱，先嚟設定寧願為加班筋竭力疲嘅我本人就係都市劇裏邊嘅大女主啦。佢哋必備以下3個元素：單身、事業成功、有故事。對於佢哋嚟講，一個人打邊爐，一個人去旅行，完全冇問題。但係有時候佢哋都會喺一啲小事上感到寂寞，或者失意是為了工作動空，未夠浪漫，才暫借戀愛感覺去跟他。難忘你，好聽過，若無其事沒韻味，你真人其實陌生得我已記不起。一直覺得吳雨霏嘅我本人就係人間清醒，唔好因為一個人而失去你本人。我唔會要求你接受全部嘅我，但我絕對唔會因為你而放棄我所中意嘅自己。我本人寧願為加班筋竭力疲。